2025月风盛期将要来临，市长委托专工到永康甲北区交界茶楼港溪附近了解相关清扫作业。会中水利局长表示，4月底进前将完成河川排水9成6，达到42万9千外公尺目标。另外，环保局伫道路切沟部分，目前已经完成53万外公尺，达成目标。市长嘛专程了解环保局家己所研发适合消毒暗涂优待器具，参照以下上类似件同款的方式来清水沟，有效佮快速。汛期快到了，我们防疫很重要，但是防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水利局跟环保局他们清沟的作业，还有清排水沟的作业，让这个民众因为沟渠比较畅通，所以能够发挥这个沟渠的效果跟排水的效果避免汛期来临的时候造成积淹水，造成民众生活的不便。这是今天来特别视察的主要目的，也特别谢谢议会他们帮忙我们的清沟费用从来没有被删减的这个部分也谢谢大家一起来为台南的安全而努力。刚刚很多内视镜的器材跟那个是不是？那个全部都是环保局他们自行研发的如果他们要去外面制作，那很贵，既省钱又好用。城市的河道甲水沟就参照人体血管同款，拢需要定期来清扫，避免塌条的，雨季一来水流袂赴透，造成无必要的重水。台南新闻，阮自何超邦采访报道。